开始啊！啊啊，大家今日讲是甲啥物人联动？我记袂记得啦。哦，是哦，是安尼吼。对啊，对，头拄啊，毋知影是啥吼，伫我即边吼。头拄啊，我去看一个人的台，啊，我著伫伊的台遐留话，啊，毋知影是安怎互变掉呢？哈，毋知影是啥呢？马铃薯暗暗，马铃薯暗暗，鱿鱼暗暗，我有鱿鱼你无啦？好，不要紧。头拄啊，明仔毋是昨昏伊伫我遮哭，吼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哦，今日是爱搬厝，向大家小解一下。你爱先，你讲还是我讲？你讲啊，你较敖搬。好，不要紧，咪阿曼，吉吉阿曼。咪吉吉。就今日爱搬厝吼，咱迄个起庙已经起好啊，做水土。你阿曼做水土即个迄个技能啊，咱已经有学着啊。今日爱来学搬厝，因为就是即马若是敢若做代理人，可能是饲袂我家己吼。嘛饲袂我迄个做到食，毋知影啥。对啊，规工无做头路迄种。哦啊，阮下晡的时阵，伊其实因为就是爱分享，伊是一个单机游戏。单机游戏的意思就是敢若一个人会当买，啊，另外一个人来即个游戏耍。对，伊敢若是安尼，伊毋是一个 server 啊，内底大家会使伫内底安尼。所以讲就是我这边开啊，林冠先来我这边做。对。啊，大家安尼敢会收大声是收细声？哦，谭有先来啊。咱先选迄个，咱先选，阮先选迄个好，咱先选迄个。啥物？阿秀。对。你先哦。我爱做1号，我做1号。你毋是你，毋是咧。是安怎？伊敢若迄个变啊？啊哈，夏夜暗暗。我买 WASD 啊，迄个第一啊对啊，是安怎？我有夏夜，你无？你快小看买啊！即摆咧无用啦。上学改插啊！安怎我是安怎？伊即摆敢若会使用？这几只？敢若会使用迄个。Left and right 去选，啊！你家己，你即马讲会使？会使。即马讲会使。所以讲我即马是倒一只？对啊。我即马变做 toaster 是毋？等下，即是啥物情形？好，顶来。顶来。拖时间咯。你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即马是你咧互你决定啊。我是第一个。你第二个，你红色的，啊，我蓝色的，安尼。啊，我哪会袂当换？我会当换。阿曼，天辉，阿曼，我爱做一只。手工哈？游戏讲，咱两个拢毋是1号。会使啊，会使啊。袂使啊。我刚刚有要，现在有一个就是坐轮椅的，赶来搬厝是安。是偌苦命。那安尼我今日爱做一个就是青蓝色。安尼我要做迄个 toaster。你做 toaster。我即摆做。就会使开始啊。好。我做。等你啦。要安怎？好，会晓啊。天灰暗暗，七吉暗暗。现在我咧看你的台，甲你的观众小少吗？恭喜五星情敌，多谢大家。应该是头前是有一个人结婚，所以讲应该搬出。安尼都无啊？我是你是五星，你搁袂记一啦呢？毋是啊，你毋是五星哦？哇，你真是袂记一啦！伊轮椅会使跳的。搁跳一届，搁跳一届。伊轮椅会使跳，伊比我搁较高。这是特技表演呢。有够厉害！我到轮椅敢若较紧呢，走较紧呢。对，我即摆甲你做伙，甲即个，伊也是会使甲人扒吼，摕啊，来，你哪安尼？你即摆，安尼都会使啊？安尼讲是会使，会使啊。伊接受啊。拜拜。拜拜，我白波波咧。
哎，但有人安尼啦，该出落去迄个水底，哦，有够好笑。等下伊讲要安怎？伊爱等入去吧？哦，等安尼等吼，哦对啊，哎你等。OK，哦对，就是安尼。 All right，就是安尼哦，下一页按慢。你头拄仔咧讲啥物下一页？你咧迄个拆线，咱会赶进。哎对呢，你毋若坐轮椅呢？游戏讲，你毋若坐轮椅，你还有一只目睭是青眉呢。哦，你即摆我即摆讲青眉咧。有够，等你啦。我有咧，紧嘞啦，你无插我啊？哦，有啊。哦，来哦。伊讲要安怎？安尼啊。1、2、3，哎，哇！哎，咱当时才有灭去，咱当时才有灭去。安怎？拍无？安怎拍？头拄小等下甲你拍。等下，就是安尼啊。安尼啊？安尼啊？你去过来？哦，换你啦，你无用着啊，你去搬啦。Well done. 耶！哎呀，头拄仔去互讲，讲啊，即马，我相信你是爱我啊！拍唔着，拍鬼哦，拍鬼哦，拍你这个不输鬼哦，来哦！来哦，即马头拄仔。我甲会敢若讲好破啊！哦，来，哎，讲好破就免搬哦。就搬到另外一个空间，会是安怎？哦，使，来，哦 ，I believe you， 即摆爱上车。我搭着迄，哦，这我要安怎过？我过会搭着呢。你就到边啊 OK， 紧嘞啦！好啦，我比你更加紧。You're much better than the Pomeranian we tried training last time. 来，哦，就是安尼搬厝吼，伊分别有就是你家带。大家刚才 fart 是啥物意思？你甲大家解释。就是林冠星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啦 ？fart。林冠星逐工咧做的代志就是伊讲话就是咧放屁吼。我即马来使，你爱驶车无？你我驶还是你驶？看下，安尼呢？我即马驶，对。哦，你先。因为牛蛙对无？这游戏就开始搬厝吼。伊讲，伊即马有一个迄个礼物。即马有做者车好。是啥个问题？好啦，我来使。哦，来，看你大个。就我想，开始啊，来啊，你的工人来啊，会使，哦，小姐有叫搬厝无？有叫搬厝吼，即马咱先开始啊。伊讲真正是，伊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搬厝工人。OK。伊讲即马爱开始。哦，会使为遮入去呢。要到伊总遐尼紧啦，伊是安怎？那安尼阮就爱先，我先搬迄个。搬伊啊。细粒的。对啊。伊是搬啥？这哦，应该是刀啊。伊讲会使用蛋的。较重的哪想袂使呢？我这袂当，我这袂当用蛋的。安尼我想要等，是安怎？我即马，我即马无法度叮当，会使啊，是安怎伊总遐尼紧？等下，是安怎伊总遐尼紧？是安怎伊？是安怎我无法度，我找无家己方向啦，我即马是安怎啦？你是毋是饲着我的？毋是吧？你是？毋是吧？毋是。我是 WS 啊，对啊，应该是吼。我哪？是啊，是安怎我无法度迄个，伊是8个是毋？我毋知呢，毋过我遮嘛怪怪呢。对啊。
对，重新开始好啊。 OK，应该是迄个头拄仔有 bug。下一个讲即个 game 哪会看起来遮困难？无啊爱看甲啥物人做伙算？ ，OK， 看起来可能是因为阮两个人咧耍吼。因为阮感情无好啊。啊，大家拢看得出来哈哈。哦，哦，摕到，我应该是摕到啊。我应该有摕到。哦，安尼我直接。哦，啊，直接，敢会使用弹的啊？应该是会使用弹的对无？较轻呢？你迄会使啊？帮，就是你甲我倒摕入去，好，我甲迄个，我甲好，安尼我知影你物件就为遮等，我加蛋吼，先甲迄个，我来甲你收尾。就是就歹操作的啦，这真正是，拜手啦，什么意思啦？你来创啥啦？你来咧创啥啦？你今日咧创啥啦？头都没讲话，你创啥啦？你我想要甲你斗相共啊！你努力咧创啥？你拢无接受我的好意，无想要爱呢，我知影你是一个好人。到底是伫创啥啊？有够好食。就一直讲好，你伫咧外口啊？好啦。哦，稍等哦。现在我都入去啊！我无法度，我感觉我家己，我就毋知影我家己。我伫遮豆豆啊等吼。现在会安尼？哦，我豆豆啊等。我即摆的工课就是，敢若会使哦，你去搬我即下摆也无啥熟悉伊的迄个，就伊是安怎爱，伊安怎就我入去的时阵，我应该爱迟到，差不多是安尼。这应该是会使。啊，你毋是讲你伫哦？你毋是讲你伫外口？我真正是好。我伫外口等足久呢。啊，好啊，无要紧啊，我伫外口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你的头顶管迄个？小胖的一直。等我放，好。你是毋是？你莫讲听我讲话。我做想要做代志，我感觉我等足久，我就去甲你抢。好，无要紧，我咧等的时阵，我来回观众。先看我的台。啊，算讲伊感觉冠星可能是1，大家欢喜就好啊。讲受看卖啦，大家欢喜就好。非得有星是无介欢喜。即马讲听我的声。你问我啊？对。听有啊？嘛，大家应该听我的声。哦。来，互你讲话，限时2分钟。啊啦，大家是不是就介听啊啦？这种的呢？好啦，不得！你现在讲入来啦？我真正是就是甲伊扒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甲我过来。现在你真正走较紧啊！莫插你啊！可能是我坐轮椅哦。紧搬诶。而且我坐轮椅，我就无可能当跳呢。你的手足有力呢。对，因为就无法度用骹，对无？就是有练大家就会讲，啥物人讲迄个天公伯，若是讲关了你，断了你的骹，伊就会强化你的手，应该就是安尼。原底应该毋是安尼讲，毋过你欢喜就好。现在我即摆佫无法度叮当啊。什么戏？算讲你要爱的，毋是这种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爱啥？你要爱啥？我爱的毋是你，我即摆讲咧熟悉这个物件要安怎算吼？你弹出来。哦，你是一个 toaster 咧搬 toaster 哦？对呢。剩两个，咱来做伙搬。来。来，无，卖走门吼，直接等。1、2、3。来人，毋免咧，水哦。好，后一项来眠床。我把冰箱吧。冰箱，好，来。
我毋是要故意，我真正深唔着去。你什么意思？是你歹势，对不起。我家己请倒啦，你家己请倒，啊，哦阮就会请两边，安尼，我无得安甲，尼敢会，安尼敢会使？我得呢。应该是会使吧？请无倒，对啊。会使。哦，我又要家己杀倒啊！你讲，哦，嗷嗷嗷！我要离开这个伤心的所在，我的 partner 一直甲我拍。什么意思？即摆给我时间啊！你创啥啦？哦，来啦，紧那个。我谈上啊！我跟我一边讲啊慢哦，你在创啥啦？你这放手，伊就会倒哦。袂啊，伊都袂吼。伊即摆甲打倒，有啦，你打掉我啦，什么意思啦？啊，你都莫徛伫遐吼，啊，你嘛无徛，你都莫坐伫遐吼。即摆好你。真正无都把好倒啦。哦，那你我弄看觅。哦，你去，互你弄。现在我感觉我知影这个 BGM 哦，到，来，这个 BGM 敢是迄个，就恁有看过华语或者烘焙王的迄个，就你先做啥啦？我觉得你气死，我觉得你干啥？我改种，到底叫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做困难的呢。哦，我觉得很气笑，我觉得你今日就做到，你今日就做到，今日海信都到这。今日海信就到这吼，我觉得很气死。哦，我要气死。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你无上车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哦哇，这有够！我真有要气死！我无想要改做，我无想要改做 partner 啊！无后摆你甲录心算看，敢会较好啊？我这当初感觉无好，你嘛毋是头一摆知影这个代志吼？伊讲伊即马有讲迄个，伊即马有开始讲迄个，阮应该先为迄个房间开始吼。倒一间，内底一间啊。内底一间。哦。就你为窗仔入去。嗨。看卖。我入来啊，煞先搬细项啊。听起来有够变态。安尼呢？你即马无想要甲我讲话，毋是你爱我甲你爱徛对面，你徛对面。对，你爱倒我，你倒我。你倒我。安尼，这边好。阮爱换的。会使，阮应该先出来，为另外一边，迄个。先生，我倒，伊是卡条咧。安尼，卡条咧，卡条袂使。袂使，安尼就爱用迄个。对。啊，选问讲是安怎看起来才困？你要来遮创啥？即马爱先，因为伊是一个3D 的游戏吼，所以讲伊爱先算迄个。爱等啊，等。即马你是有等无啦？有啊。是安怎伊？卡掉呢？遮应该是袂使，所以讲嘛是爱为另外一边。哦。可能啦。会使哦。但是遮有迄个碰椅呢。安尼先放，先摕这。刚这有影亲像迄个去的，你先甲伊拖落去啊，我出去安尼。菲力，迄个小姐菲力，你迄个你厝嘛爱搬吼，所以讲即马窗仔应该是。窗仔嘛无需要啊。对，窗仔阮嘛包走好啊。是安怎刻条的？刻条即个刀啊嘛是刻条的。你毋是要用单的呢？会使，好。技能，这个豆豆是啥意思？伊直接翻面呢？
变面啊，变面啊！对啊，伊变面啊，会是安怎？啊，即马要安怎？会使。古力，啊，古力，阿慢，即马咧算迄个 moving out，做一个搬厝的工。啊，现在你有牛奶。啊，过啊，过啊，过啊！过去啊，但是伊无上车啊。你头拄嘛无上车？什么意思啊？头拄迄个画面有够好笑。好，我来收买，我来收买。你去搬迄个细项的。即摆嘛无法度收买吧？哦，即摆会使哦，即摆喂有法度哦，你有法度哦。我有法度啊，我做用的呢。哦，你真勇。嗯。你有偌勇？公生笑超勇的好无？我超会喝的啦！哦，即摆就少人咧唱迄条歌，进前是毋少？迄啥物歌？就是有一个 YouTube 有做一个迄个音乐剧啊，就是迄个啊。哦，我无记你啊。你应该有互我看过。我叫阿杰，我也常常来这里玩，他们都叫我杰哥。杰哥好。我一个人住，啊，你嘛是哦，即马这看起来嘛是一个人住哦。我的房子还蛮大的，欢迎你们来我家玩。玩累了就伫这搬厝，我要紧啊。我来正边，你倒边。安尼，哦，对，来，棒球。哈哈。啊，水，水。有够专业的啦，什么啦？哦，真正是翘的第二组的，翘甲收超过哦，大家。来哦，搬椅啊吼，来哦。即马你是咧家己搬迄个冰箱哦？嘿，非得我无朋友嘛。哦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。我嘛感觉你无朋友，我无想要来斗相共啊。无啦，迄爱两个人吧，迄爱两个人做吧。感情无好的时阵，哪像一个人嘛会使啦。哇，不要紧啊，你就直接派去。你是一个 toaster 吼。我看起来要掉火啊！直接变迄个乌麻仔口味，袂使搬袂叮当。好，等你转来。你警告我妈回事咧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应该是差不多啊。安尼人讲播会了啦哦，你讲这就熬的啦。你才熬？即摆开始怪别人。哦，这无法度等。对啊。这可能较重。是安怎？伊真正会重呢，就是伊真正无法度上车的，什么意思？而且这应该是一个人会使的吧？袂使啊，伊就写两个人啊。我讲倒案呢。对啊，伊写两个人啊。倒啊是两个人。我即摆才知影倒啊是两个人。迄种的是两个人啊。你甲迄个冰箱车倒？我安怎车倒？无倒啊。咱两个人爱用等的。会使。即摆袂使等，这个角度。哦。我倒。但是你甲我拐你起来啊？什么意思啦？你有法度跳啊？你就跳出去就好啊。我即摆跳袂出去啊。安尼你会无啦，好啦。有一个在练不对，我都跳出去。我的轮椅伤大片啊！但是讲我无轮椅，我应该是跳得出来。我叫人拐你来啊，什么意思啦？我甲你斗迄个啦。无，你嘛无法度甲我斗。这是啥物情形啦？哇，安尼我靠啊！我嘛爱甲你一个人，拢甲搬好了啊！无法度，我无过哦。这是一定爱完全通过，才会当升后一关呢。对啊。啊！你但是无迄关吼，这无法度诶。伊个刀啊，你要甲伊迄个无？即马一个人啊，已经拢搬哦。哦，那会遐赶啦。够有无认同。搁想看觅，会当安怎迄个？啊，第几？古力，还有马林子，头拄仔咧讲话，无别滴啊。两个人都无上车，即马是谁咧开车？即马是谁咧开车？即马看起来是你咧开车。阿三公是毋是发生了啥？无发生啥？什么意思？你今日
跟我袂讲话啊，我去，我今日个无所在通好困啊。好啊，你就拍拼。真主改过好无？好啊，咱爱加强即个沟通啦。交一个好，对啊，好。即马是有对切的迄个拍团队吼，就是先一开始我先甲迄个一个人的搬出来，啊弹出去，啊我来 Q 你。我弹出去啊，是讲你弹出来。你弹我 Q。好，会使。安尼就是安尼。来。哦。直接位通啊弹啊。哦，现在伊个，哦，好。你加油！无弹出来。我来甲观众朋友讲话，游戏讲叫我的体量有人坐轮椅啦，什么意思啦？你直接甲迄个电视用甲破去，你有看到无？小等下啦，现在摕无看袂落啦。啊，我头拄有摕啊。好。你抢啥啦？我去外口。我去外口，你伫内底。阮是一个有迄个团队吼。有咧分工的啦。有咧分工的啦。有咧用头壳的啦。对啊。虽然我的头壳内底拢是俗胖啦，啊毋过。有人头壳内底拢是加2包饭啊，应该嘛不要紧。迄嘛活了好好，嘛是讲活了好好。即嘛无啥，即嘛无啥话活。啊毋过过了真好安尼。过了真好吼。今日嘛毋知影咧创啥。你现在会使甲迄个撇掉啦？你安尼阮会去互迄个呢？教授呢？林晨曦啊，林晨曦，请你注意好无？啊，我嘛甲别个行路巴巴的，我嘛无资格讲别人吼。咱即马啥物拢莫讲吼。你会使等啊。啥物？大家这就是效率吼。效率的团队吼，请大家看到，即个物件敢有歹其实是无重要啦，但是伊分数嘛无差嘛。上重要就是爱甲物件就是放出去就好啊。阮就是一个有效率的团队啦。有效率啊，无良心安尼。对啊，即摆才知影哦。对，阮是一个无良心的教育团队。明仔载迄个教育部就真正来敲门啦。来，有准的林冠星，林先生。讲笑我送罗先生。这是当啊。外口这我刚才直接出去搬。会使。小等嘛，还有讨讨呢。这刚会使搬。迄哪像嘛迄2个人对无？迄嘛较重。敢若会使啦。我拍袂看，现在我入去啊。朋友兄弟，免惊免怨叹啊，3分天主啊，我知影吼，罗先生有够用。好，多谢罗先生。7分好拍拼啊！同团队拢毋是好无，阮感情有够歹。也无教育，也无团体安尼。现在我直接，伊讲，现在我无法度迄个啊。现在啥物无法度？我即摆嘛无法度叮当啊，伊个 bug 啊。你是要走去对？对啊。好。佫有做侪人爱搬吼。搬2项啊，对无？即摆这，你迄个电视缸会使家己一个人搬？会使，你迄个桌仔嘛会使家己一个人对无？一个人应该是这，应该是这。细粒的，对。细粒的目睭，看到的是大粒的。唔通我袂讲话啦。想起过去。今日若是着教育部袂成啦，我叫硬调的，你看先叫我唔免，你遐厉害，你家己一个人都会使。唔免，你叫我业是好啊。对。叫我业是好啊。会使。这一个人呢？伊讲细粒桌啊，一个人。伊这个一个人，你弹出来。你较重，我都用弹的。先歹势。无要紧，我用拖。我去夹迄个冰箱车倒。但是爱先夹冰箱车倒，
另外一个代志是爱先甲即个碰伊。现在伊这个操作应该要用迄个手背。好，来搬碰伊好啊。伊无到车。哦。来，你靠后壁嘞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搁一摆。搁一摆，靠后壁，一、二，好水哦。哦，像，我很像，我真正很像，你家车倒啦。我无倒啦。即摆你甲遮卡掉了，我想要安怎入去？哦，我为迄个变数来。好。哦，搁剩1分钟。哦，我来啊！我嘛爱喂变色。你可能爱喂糖啊？哦，这嘛会使，来。你糖啊，刚会使甲伊弹出去。头拄是毋是有试过是袂使？无确定的，好，无咱就喂遮吼。但是卡掉啊！哦，入来，过来！哦，这卡掉呢？现在无法度出来。会使。啊，冰箱伫遐。哦，无要紧，喂问。哦，你头拄是，你个，你毋是罗武星啊？对啊，罗武星的问题啦。放屁啊！你徛咧把夫啦。哦，咱就真正是发特吼。哦，上来，哦，我想讲爱左炮啊。现在我无上车。你无上车，名车我无上车。啥物叫做美容是3个团体？是3个人。伊是讲新销是3个团体的意思。哈？哦，有够气。咁真正一定爱。哦。伊敢若是爱甲第一关就是算煞吧，应该吧？因为伊会愈来愈困难啊。好啦，安尼共款是先为迄个一个人会当搬的开始。我爱先试看卖伊这是。哦，好，我知影。我讲唔知影，现在我大概拢无法度入去。入去倒位？就是我唔知影我的方向感的问题是毋是？这应该是人的问题哦。对哦。我先把所有物件搬出去吼，先弹出去啦。对啊，夏夜讲即摆看起来已经有够困难啊。对啊。第一。应该是咱的问题哦，应该是阮的问题啦。我无信任哦。不要紧哦。这个会爱多多包涵啦，就是这搬厝可能的。头一摆搬啦。大部分拢会有这状况啦，就是物件拢是活跳的，所以讲。物件拢是活跳的是啥？所以讲较歹摇，较歹掠啦。哇，真正是要甲单独心弹出去。对啊。对哦。你知影，就是咱遮有游戏精灵吼，嘛一定会有迄个搬厝精灵。这应该是 Michael Webb。我头拄仔一直咧讲，就是，我甲伊看到迄个，我发现这个游戏的 BGM 哪像迄个，大家应该知影一个人合作起得着无？就是迄个烘焙王内底。哦。伊出场的时阵的迄个音乐，你毋知影是安怎拢会看观众？看观众是啥物意思？伊逐摆出现的时阵，伊迄个目睭拢在看观众。你讲迄个外国人哦？迄个 kid， 你讲迄个阿多啊？迄个阿多啊。我是 kid， 是一个律师。I'm kid, I'm a lawyer。哎呀！哇，你英语做好的呢？你才是律师的老师啦。你想看卖啦？这种我教袂晓啦。看会出来，看会出来，伊真是袂晓。哦，这安尼讲有其他的是单人的，应该是无啊，对不？应该是剩我一个。
哦，安尼我先甲伊拖拖咧。哦，有够重。哦，我应该。哦，迄个倒仔嘛是，迄个倒仔嘛是一个人会当搬。迄个倒仔嘛是。啊，毋过迄著是袂当等安尼。哦，那安尼我为头前哦。有进步呢，咱有进步。哦，哼，专业的就是无共款。好想看卖啊，有时我家己拢听袂落去啊。哦，你个会听袂落去？你什么意思？先怎我无懂。你是安怎要伫车头遐？来啦，好我。对啊，对啊，先怎我头拄无都真正。我袂就是我袂武捌就是即个物件要安怎，要安怎知影？对，伊要安怎迄个？我感觉即摆上歹搬应该是名称对无？哦，啊你为另外一边，对，安尼。有进步。你想要家己也转来？无，毋是，伊头拄仔就倒饼啊。等下，我过来。这真正需要手背啦。对啊，我感觉其实这无手背真是艰苦。好，会使。哦，好，后一项。会使等入去。冰箱车倒。要安怎车倒啊？你甲我教一下好无？来弄起来应该是会使。有等哦。哦，会使啊！啊。说来。互你用，迄个有一个等，迄个有一个。伊门无去啊！伊门无去啊，但是伊佫无倒，头拄仔甲伊门，迄个，甲伊门跳掉，但是伊佫无倒，什么意思？无倒慢哎呦，倒，慢倒无倒。开始有白痴。哦，这无倒。桥倒。好来，我倒边来。真正是，伊是安怎啦？你嘛搁车倒一摆。伊姓地种诶。你啥物意思啊？会使。好来，我倒边。先做啦！先即摆啥物意思啦？我见咱直接用行诶，颠倒较紧呢。对，来，应该是会使，应该会使，冰箱来，哦。来后一项，来，这互伊上车好无？会使，我即摆。等下，我抓袂着，你抓毋着啊啦，你爱徛迄个。来，一两，那这要用蛋呢？会使。上尾。上尾一项。上困难的迄项。这我拍破啊！你试看觅，敢袂当为遮直接蛋？还是讲阮家己？还是阮为这边？安尼。好，你先跳出去，敢袂使？袂使，相当跳袂起来。那你我出去。剩30秒。那你敢会当出去？卡掉咧？袂使，卡掉啊！会使。你先出去啊！搁卡掉。安尼。会使。要出去啦！我有咧，会使你。所以讲是其实是袂使的哦。安尼是安怎用蛋的？好来。现在安尼啦。Ruby 讲我等者会着落好下班啊 ，Ruby 辛苦啊！辛苦啊！阮试看觅，敢会使升白的。试看觅。咱可能要10点才会当下班。毋是10点，就10点嘛无搬好。下一讲。下一讲看到迄个手卡伫迄个门遐，感觉足疼的。袂使呢，伊敢若会算 Holy House 好小只，但是伊敢若有送阮礼物呢，你敢有看到？礼物，但是这个礼物要安怎接近啊？伊可无？
所以讲伊应该是爱先加一个。哎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哦，比较脆弱的卖油啊，直接摇起来啊，直接爆炸呢。哦，伊敢若是一个迄是啥？就一个新的任务吧。哦，对，应该是一个新的任务吼。你知影咱甲别个车动？就是敢若会当，就是继续搬何小姐的厝啦。吼，好小姐，物件何哪会遮济？那你物件莫我讲话。来，好，为倒位开始啊？为倒一开始，我感觉其实名称就名最重要的。称若是名称爱就名称，等下可能爱想看嘛，要安怎搬啦。好，就要用等呢。哦，现在，我甲伊个等出去哦，等呢。哦，好，无要紧，遐你先搬啊，我等下顺续甲收尾收咧。哦好，啊，即两项我先处理。好，会使，来。加你个无法油啊！度，应该倒推一张，倒推一个，等，会使。啊，那个有其他的，这应该嘛是会使先摕啊。啊，我甲伊拖出来，好，会使。啊，搁有迄个电视，啊，迄个这个刀啊嘛是会使拖出来。对。你这有了伤重，对无？伊较重对。而且我若是安尼搬，可能袂当出去呢。对。嘛咧想，对啊，会卡掉。哦，会使。我会记得迄个。使。哦。无内底轻的，你会当去搬。对啊，即马。垃圾油甲迄个。垃圾油搁伫内底哦。垃圾油伫迄个。因为我头拄仔无看到。哦，稍等下。对。垃圾油。我即马无啥了解伊要安怎真正。哦。啊，对毋对啊？我即马会使啊。哦，来，等，搁等一摆。等，现在搁袂使。好，你，我放手。哦，今天有够无默契的啦。会使，来，碰一，先，我徛这边啊，你徛倒边啊，你徛遐，对。来。哦，来，哦，来1、2、3。哦，咱可能爱徛后壁。1、2。会使，水。我会生跳。哦，过来。哦，好，过来。你去另外一边。来。啊。哦，这个顺哦，稍等哦。哦，会使。会使，水啦。哦，来哦。我这边。哦，会使，我倒手边我倒手边。会使。哦，安尼，好，来，1、2、3。哇哈！水啦，过来，剩啥？剩迄个。剩迄个冰箱啦。冰箱尔。哦，来，小等才甲伊搬落去好啊。冰箱阮就莫用等的，好无？对。
用行的好无？哦，会使会使会使。哦，哦，问中盛喜，中盛喜。哦，兄弟兄弟兄弟，兄弟在鬼哦，兄弟在鬼哦。会使会使，哦，来来来，继续搬，继续搬。爱上车的上车。哦，只看紧上车。现在即摆无我顶当。电视卡掉啊，电视。哦，即摆甲迄个，我甲电视。我甲嘿。嘿，哦，会使，安尼。好。敢若伫即种所在有默契啦。哦好，哦，那呢？我已经搬，来，你现在甲伊弄落来啦！哦，会使，有算就好。我应该无法度。哦，救命！我遮着啊，客呢。即摆会使，放手。好，剩即个。对，剩即个。这家一个人硬拖应该嘛会使啦。哦，即摆我拖。哦，就来。来。哦，啊，过关啦！我啦！恭喜啦，恭喜！现在你跟我上车？对啊。等一下，你无上车，现在我是咧拼走啦。这完全无合理呢。什么意思？我即摆有知的。哇！炸一个迄个红号，啊，什么意思？是安怎爱炸迄个红号？但是我嘛无炸红号转去啊。红号是哦。伊讲，好吧。进前的搬厝的表现真好，客户甲你小解。我伊的朋友。多谢好小姐吼，多谢好小姐吼。咱若是搬动迄个技师吼，咱讲会迄个感动别人的心。OK， 你讲的对。伊是看到伊家己派去的物件。对啊，哇，你哪派个这么水？就是无一块好的，我头一摆看到。有够细心的。这是看起来足小共的呢。就伊应该是差不多的，但是看起来可能直接你来，这是钢琴键上。对啊，看起来差不多拢小共呢。然后呢，就是现在安尼？哦，不要紧，继续。因应该是升到另外一个，升到同一个。你即摆是我先放落来。我紧搁算一间。好。该弹出去。我即摆已经知影要安怎算啊，哈！大家，先甲伊弹出去吼，所有的物件拢弹出去。好，我去的意思。讲话对，摕去报啦。安尼合作的好。这种态度会使吼。就是收到即摆会使等林冠生的时阵，就会足有效率的。你欢喜就好，无要紧。你来等遐远。安尼等较紧呢。会使，这袂歹。内底阁有垃圾油对无？垃圾油，甲垃圾油弹出来。这想法，这想法毋知影是啥，现在怎放伫咧便所？应该是洗面的迄个。洗面的大片好小姐嘛是牛尾哦。这嘛看起来无介济呢。你敢有咧洗面？哈？有啊，就一个迄个啊，洗面的迄个洗面乳就好啊。搁爱保养啊？无咧。你免洗喙呢，免起膏哦。这是另外一种物件，这免搬厝公司搬吧？嘛对吼。对啊。另外这物件，我都转来。我来，你去搬另外一个，你搬迄个垃圾哦。好。来，你的头壳已经一直咧臭尾头，一直咧生小胖。什么意思啦？好，
哦，来，哦，来啊，够无啊，啥？你爱尊重无会使共的。听。咱拢是世界上上水的人，咱拢毋是人呢，你鸟啊！我是一个 toaster，对啊不，你是一个 toaster，你要去对啦，你要去对。哦，来，我来哦。来，我倒边，我倒边。我我这边，我这手边。即马这手边啊！你即马伫创啥啦？你现在给我倒去啦！你在创啥？你毋是要去正手边，我伫倒边啊！我即马伫这手边啊！啥物货啦？不要紧。好，安尼会使，你给我退后一个，你退后一个。倒位会使？即马，好，安尼应该会使哦，安尼会使哦。会使。哦吼，水开。安尼即马剩冰箱着。冰箱面床阁有2项伫外口的，即马我调一个角度吼。OK，等下恁来。啊，你角度。灵魂这袂使。我是讲啊，你角度爱聊好。啊，你角度爱聊好好。啊，咪讲你 toaster 咧。咧 toaster。对啊 ，toaster 摸一个 toaster。toaster 摸几 toaster。友達。達。哇，这是什么一记教式？哇，一记安尼教的，真正是教育团体呢。你进来啊！哦，我要气死。你去另外一边。啊，你即马阮现在讲好讲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哦。我现在做无法度叮当。我太知。现在拢叫坏诶，咱讲变坏啊！哦，林冠生，都毋是我的问题吼。我等等你哦，你创啥？你创啥？我咧生胖啦，生胖做无用的啦。出来啊！你出来啊！我有咧杀啊！你想来？哦，对啦，哦，我要气死！来后壁一个，较后壁，来，水啦！哦，即马换迄个纯冰箱。现在我夹唔着，哦，你先甲伊拖出来，我去后壁食，哦。下一个讲新销的一个教育团体，啊，毋过毋是一个搬厝公司。多谢。你讲了对。多谢大家理解。原底都毋是咧搬厝的，搬无好势嘛是事上的阮即摆咧搬戏吼。袂晓搬厝会晓搬戏安尼。我啥物阮感情真好的即种戏。哦哇哦。哦，来啊！哇，即摆拢有上车。哦，即摆拢有上车吼，但是无人塞车。无紧啊。你即摆无人塞车，啥物意思？应该是迄个电动车会使家己。会使。家己会晓驶。现在我用走诶。一个人，对啊，现在你是用走诶，有够好笑。哦，有够气呢！今日迄个，应该会有另外一个。有啊，有另外一间啊，或者啥物延长啥物宫呢？延长宫呢？露天宫改即个名嘛袂歹，嫌延长宫。会使。哦，看起来是完全无共款的厝啊！头拄仔真正是真空一个呢。这内底应该有做者延长哦。若准无我会生气。是上好的头家。有迄个啦，延长披萨呢。看起来好食呢，想要食宵夜。应该会使位后壁食。迄是菇，有菇。我就甲伊讲你。而且我袂当甲拍呢。有一个人爱甲伊拖，就伊个另外一个人搬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即马爱有18项，所以讲阮凊彩搬18项其实就会使。哦，安尼哦。我倒入去，就恁免全部拢搬，但是有一个人爱去处理迄个菇哦。哦，你甲迄个菇压走。现在我无倒入去。哦，会使。哦，即马。你即马咧对你啊？你就会对我啦。哦，
而且给我倒搬是，这意思。你咧家倒搬有影古锥呢？我哋即做重的啦有。爽暗暗，即摆拖衫的哦，你甲我落来哦，你甲我落来哦，直接哦，我有要气死。好，伊想要斗相共，伊嘛是可以。可以比单独性较有效哦。对啊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哦，这嘛应该。单独性看到无？你讲会使？久都比你有路用，对啊。有够歹呢。嗯。单独性要来就会使甲这只久食掉啊。对，迄个刀啊，这竟然无算呢！你要注意哦，你要注意看，就是安尼。好，我知，倒啊伊无要滴。对。就你会使看你家己迄个，哦，这会使搬，但是这会碰硬呢，这有够重。哦，我拢经迄个细项的先搬啦。伊头拄就伫咧我边，我就想讲，迄只久无去啊。对，久伫客厅，啊无久伫哦，你外口。莫互伊看到，伊就袂对你。哦，OK。这人是安怎有遮侪披萨？伊就是奇怪的就是介意食迄个啊，伊毋是讲伊是咧嫌烟肠的姜。烟肠，久要来啊，久要来啊，久要来啊！啊！伊看到我。等下就甲你讲久咩那西。久咩那西？会使，这互你3分哦。啊，这有分哦。哦，你卖，你嘛想要摕0分嘛是会使，怀疑你无毕业嘛？讲较袂输，你有读高中，你直接读大学，你嘛无读高中啦。会读大学的会使免读啊，就是你若是大学有毕业，大家敢知影你高中无毕业是不要紧的。嘛有影吼。对啊，你若是有读硕士，你大学无毕业嘛不要紧的，大家敢知影你这个代志。考会调呢？但有人会安尼啊，就大学无毕业就赶紧去考一个硕士啊。但是你硕士你嘛是会使看你爱读什么硕士，对。就你若是有选学科，这应该是，伊是不是在第一队？有够好笑，有影。而且我头拄仔想到有个所在，迄个久袂使蒙呢，应该是蒙着，蒙一个40万安尼。你讲迄个倒位？保育队的。倒位啊？啊，你讲平哦，平哦。对。哎，看到我啊！哦，伊即马伫咧搞杀哦。游戏嘛看到你啊，游戏讲你敢是伫饭桶内底？对。这就是饭桶伫饭桶内底啊。讲好啊，讲好，阮今仔日我是饭桶啊，啊伊是马桶啊，做公平啊。对，因为饭桶看听起来足幸福的，大家敢无即个感觉？会免惊会食袂饱呢。对啊，我在世的时阵就无食饱。可能有你甲迄个辣椒切倒啊，然后你去剥迄个辣椒。好。即马才杂项。关键，毋是。会使啊！这个笑亏收亲吗？大家听无啦？根本第是着前辈啊！有了收亲。你搁想，这真正会得势吼！头拄我袂讲。头拄还无遐严重吼，你搁想一个吼。即马已经开始。请迄个教育部开温吼。嘛不要紧啦，教育部即马吼。多谢你的不杀之恩。教育部可能嘛毋知影十项关键。毋是个问题，是相亲的问题。你有要斗搬啊无？好，我即马咧斗搬啊，行啊。我是咧问久，无啦。你行啊，哦。我咧行啊，好无？久的问题，久咩那使？你咧甲阮斗啥？来，阿姑，会使搬伊呢？是啊。你甲伊搬呢？哦，是你会使甲伊，
安尼，啊，敢会使等伫马路啊，互车袂使再造。哦，伊对落来啊！搬袂了啊！无，你会使，阮来先搬这个人的啊！我搁行出来。伊迄无好搬哦。这无好搬，这爱先甲这个摕掉。哦。啊，你直接甲这个物件。互你。这是啥？现在因兜有迄个收银的迄个。这应该是一个。看起来是电脑呢？这毋是，这是电脑哦，这是足旧的电脑吼。嘛无足久啊！我迄阵的电脑啊。对啊，这就叉 B 阵啊。你即摆嘛做阿公啊呢？林正是。无啊。即摆搁有啥？无后生啊。即摆搁有迄个，伊有迄个刀啊，爱搬啥？即摆剩3个，这3个拢爱搬。对啊，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拢爱搬了啦。有啊。哦。他有搬厝公司，佮会当拣家己要搬啥诶。这有影有拍有学搬呢，对，这做学搬诶。好，久互你做。你甲我游戏讲，真正有看过，互车迄个搞过诶久。有够恐怖。有够恐怖。最近冠星嘛有看。哦。冠星嘛有看到，互迄个。有够烦诶，啥物意思啊？搞过混鸟还是鸟鼠？即马即只龟真正是单入心呢，有够烦。这无法度，这卡掉咧。会使。这敢袂使？哦，安尼，啊，你是安怎无直接就去？哦，会使，来。哦，来。手啊！另外一边。哦，来。啊，调一个角度，直接等入去。哦。袂使啊！哦 no！不要紧啦，我相信。啊，你即马，啊，毋是要？是安怎？等下，是安怎？我即马卡掉咧。现在你要甲我讲一遍啊？无，伊头头，来。哦哇！伊嘛无法度呢，即马，因为我迄个角度可能是卡掉咧。无咱用较远的。1、2、3。哦，会使。游戏讲迄龟头较火，佫会当看到屁管安尼。哦。好，莫讲啊。都食饱。我即马。哦，你食啥？我头拄毋是讲我食迄个鸡饭。哦。我食煮鸡饭。但是大家敢知影一个代志？大家敢有食过一种物件，就是伊嘛无歹食，但是你会伫伊无歹食，但是你就无想要食第二喙。我今日食的红肠就是这种物件。我较无这种经验。就伊无歹食，甚至讲可能别人食应该是会算好食的物件，但是你就是无想要食第二喙。有一寡物件就是安尼。哦。咱头拄仔，咱今仔日应该小等会使甲迄个，就是为便所遐上班安尼。哦。试看卖啦，可能。你先过。是的。哦来。顺的啦。哦，游戏讲了有道理呢。就是台北的物件，就是嘛毋是歹食啊，毋过。对啊，就是袂想要食第二次。对，我伫台南就无这个问题呢。对啊。逐项就免几分钟就食了啊。我今日食迄个煎鸡啊，配迄个白饭，我就感觉就有这种感觉。就是伊嘛无讲真歹食，但是你就会感觉哈，无想要食第二喙。我头拄仔是讲第二喙哦。
对，我在讲第二喙呢。迄只龟即马找无阮呢，赞找无咱呢，上好笑。是永远莫找着。伊是安怎？伊即马伊毋是迄个，阮的迄个人客留落来的人客，龟是人客啊，对，伊应该是留落来的迄个宠物啊。什么意思啦？伊都毋是人啊。应该是对啊，顾客吼。我以前是留落来迄个啦，宠物啊。哦是哦，安尼是安怎买包包的？包包咧烧掉。毋是啦，包包咧做一项物件，啊嘛。毋是啊，阿姨就无想要可能去用啊。哦。即马减机会使摕10万吼。好啊，安尼无咱就趁一个收费。安尼，阮即马嘛无想要趁。打电话吼。对啊，佮伫遐搬甲遮辛苦，搬身体健康安尼。我搬什么厝？哈。对啊。搬什么厝？而且会使用电的咧。哦对啊。阮即马是安怎的？安尼辛苦。因为阮有良心嘛，阮咧甲迄个人客物件。头拄仔是毋是甲物件用？无，啥物头拄啊？金妈嘛当咧用歹。金妈嘛是。哦，小等下哦，甲你摕落来。现在卡掉咧？我即马卡掉咧呢。因为当时伊会卡掉呢。安尼是安怎？我即马出来。莫过来！我叫你莫过来！哦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敢若鼓舞哦。你走，莫。你个这个爱用蛋的呢。有啦，即马有4个物件会使互你选。啊，这名称吼，头拄仔排就黑白名称。你爱为名称呢？阮行后壁敢袂使，就是即马我出来，调一个角度。会使哦。位后壁，啊！伊来啊！哦。我来。紧关门！伊过来！哦，来！你先位后壁，你后壁救咧，啊，我位头前。安尼哦，对嘛。好用蛋的哦，来。对，用蛋的吼。1、2、3，吼，水开。水。哦，再来是迄个。长的碰伊。无，这个刀仔会使。哦。不是这盘。这先等掉啊。这先等掉，这啦，对。我等下较迄个较远的。伊炸咯。伊遮足乱的呢，对啊。遮阁有一个伊啊。现在伊的厝遐乱啊，平常时拢无咧整理，阁有一只龟是啥物意思啦？我真正无了解是安怎，还有一只龟。现在刚刚有14个，小等下，用蛋的，这用蛋的。会使。来。会使。后一项。来继续看吼，即马有啥物物件？长的碰伊敢好？这长的碰伊会使。而且我惊伊是无迄个，我调一个角度，位遮。哦，会使。来，你先过。敢袂使过？这敢袂使？应该要过啊。哦。应该会使。会使哦。无咧，伊卡掉呢。太安尼。即嘛安尼，我位边行，你位迄个正边，是讲即嘛，伊是迄个门卡掉咧。所以咱爱有一个角度对无？对啊！水，翘。来，啊，互手啊卡掉啊，哦。位另外一边啦。对啊，先出来。
会使，加了加了，安尼会使。对。好来，用蛋的哦，来来，来来来来，一两狗狗，什么狗狗？狗头前有一只咕咕，够水的，哦，咕咕一下，咕啊，狗狗咯，遮讲有抽狗狗咯，有吼，即马若是、搬冰箱，有啊，我即马咧搬啊，哦，行头前，对，现在无互我行头前，哦，若是讲你咧行后壁嘛，现在，哦，来，哎，来，来，即嘛剩2分钟，2分钟应该是会使吼。会使，伊落落来啊！现在伊落来，加油，会使。伊搁落来啊！现在我等袂落去，我来，互你等，哦，好，我去找搁有啥物物件无搬吼。无啊，剩迄个边仔有迄个碰椅落落来尔，哦好，那安尼阮家己搬出去。嘿，读入去就好啊。安尼，袂使，敢若爱用蛋的，好，还是爱用蛋的。另外一边，你爱摕另外一边，为这边敢袂使？会使。是我爱搁较贵，哦，对，安尼会使吼。应该。但是我爱蛋啊，我即马已经试啊，我嘛是啊你呢。试啊无？啊，是安怎袂使？这什么意思？这应该是 bug 哦。就应该是头拄有 bug 啊。好，无咱直接安尼上车，袂使啦。咱是有物件爱塞较入去安尼。啊，来，我试这边，啊你徛对边。啊，冰箱，哦，林冠新，等下。剩8秒啊等下。 2秒，哦，好啊，下一届我就知影要安怎算啊。应该是有较好。我爱考爱对咯。阮甲物件留落来是咧甲因斗相共吼，等虾梨。啥物意思啦？原本底已经搬出去啊。哦，游戏讲有伫台南食过互伊失望的豆花。啊？台南这间的对啊民众伊讲随梦伊足爱台南，毋过伫台南有搭过，无少摆的雷安尼。林冠先检讨，哈，这都毋是我的问题吼。你就台南人嘛。啊，我管考试尔，我也无管。我有开始咧管啊，就是迄个你豆油膏毋是甜的哦，直接拆掉安尼。豆油膏是甜的，伊嘛无一定好食。啊，上基本豆油膏爱是甜的，上无嘛爱做较够嘛。但是大家讲，但是大家讲，就是伫咧食物件的时阵，第一个选项问了大家，敢袂选豆油膏啊？爱看是食甜的还是咸的。食甜的是啥物意思？你食 cheesecake 的时阵会食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爱想清楚吼。食 cheesecake 的时阵会问豆油膏。但是敢若有一寡人食水果是会问豆油膏加迄个。加迄个胡椒盐，无胡椒盐油哦。无啦，无啊，因为我这就无啥确定啊，叫我杀倒啊。这我无啥确定啊，就是应该是有人会淋迄个白糖，啊，佮有啥物好食的对无？就是佮有啥？什么好食？无是要人歹食。姜有人姜啊，姜对我来讲就是歹食的物件，好无？哦，嘛有迄个冰淇淋淋盐水的。冰淇淋人会，所以迄是另外一种物件，伊应该是完全是甜的啊。
对啊，迄种就是完全是甜的物件吧。迄盐水盐水嘛毋是咸的，盐水算是，盐水算是草啊，伊就无啥物讨论空间吧。你欢喜就好，无要紧。哦，要紧无怪选袂掉。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嗯，你要选掉，大家想看觅啦，即摆选掉的有啥物着见写，只要敢若是咧甲人骂呢，敢叫阮告啊，敢会叫阮告啊？你讲敢会互我过？袂啊，我也无身份证。我是讲，即摆咧讲啥物？讲为啥物见写啊？昨刚选了的无？昨头都要选了的无？你也无讲倒位啊？哦对啊，你也但是无讲倒阮即摆伫咧一个关系。对，阮即摆伫咧对，想看觅。阮咧搬厝啦。哦，头一个去用告吼，就生肖吼，赔袂起吼，40万就变迄个拍官司的迄个收费。应该改做一个法律团体，上上无经验足济，上专业的迄个专业互人告安尼，法律团体吼，经验丰富。想要找律师吼，毋免，阮有律找师，足济吼，差一字差不多。你确定呢？嘿，嗯，辩论辩白啊，吼，一棍落去嘛是解决啦。完全咧黑白讲诶，不要紧，直接先去互迄个法律团体告。啊，连这嘛要过。你搁讲看觅，等下哦。啊！伊看到我啊，啊！阿姑啊，莫安尼啦。好，来，阿姑乖，古乖。想做律师讲做惊遐，你是咧惊啥？惊叫你去做律师啊？你来啦，先搬这啦。哦，阿姑来啊。走，闪啦！即马超一个角度。啊，陆心讲，伊无伫，咱就咧黑白讲话。你想看嘛？你伫的时阵嘛？无啊，这有一个差别啦，就是咱咧黑白讲话，还是伊咧黑白讲话？伊两个人咧黑白讲话，还是三个人咧黑白讲话？会差别尔，对。这讲有差足济，嘛是会去用过。一摆爱过两个人，啊过三个人，了啊无共。哦啊，即马讲会使等，会使。会使。哈。煞来。多啊。我叫伊弄呢，什么意思？够歹呢，歹久。伊是安怎？即马是啥物意思？你即马是啥物意思？哈？即马来，你家己伫遮反省吼。好来。来，来，伫遮，啊！好，用蛋呢。顺，谁做无？小蛋只扣，小蛋只奖励好无？哦，对，会使。来，搁有冰箱吼，冰箱先，冰箱先。我跳袂入去。伊迄个桶仔伤悬啊，你即马我讲袂使，家己拍拼，家己掠来外口。一宿，我来做伙搬。一宿欠买。一宿扣冰箱。啊！来，该踏入去，踏入先生，什么意思啦？无法度呢。哦，互动。敢会使家己弄？无咱这项先。哦，会使，来，来遮。
会使会使。来，好，来，一两三，好，是哦。顺哦。即马你爱先甲冰箱搬下，是讲先甲名称搬出来？名称好啊。哦。名称是头拄是为后壁搬出来啦。无咱就各位后壁。哦，安尼我想啊，现在伊都来啊啦。去外口，去外口。来，拖。奇怪，龟毋是应该走较慢的，这只龟哪会走遮紧啊？这根本都毋是龟啊！对啊，伊走啊比较紧。什么意思？伊卡掉，你卡掉。会使，我换一个角度，安尼应该你就来，等下。来，一两三。水啦，上尾一项啊！先说哦，现在较搬做。我即马毋知影是啥物意思。哦，这无法度呢。对啊，现在阮先甲冰箱搬来遮。会使。哦，上尾啊！这用等的，敢袂使？两个人等。无要紧，会使，安尼会使好。哦好。水啦！等啦，林冠希。哇，你个会副上车？迄只骨胶啊，我想迄表示介啥物意思？你讲介意就会用介哦，啥物意思？哦，你无看到我遮就心咧黑白讲话。讲啥？你讲，你讲迄个是安怎？咱甲披萨落伫涂骹啦，都有信众咧讲啥物3秒内底就会食一，就先讲伊顶摆食喷了后3声2礼拜。尤其讲若是用迄个摸一魔法，用过都会食一啦。对啊，就是可能会变好食。哦，无啦，就先讲毋是食喷啦。你可以互伫 Backbone Post 看到咱的广告啊！哇，出名咯！哦，这是啥 ？Basketball House。哦，即马开车哦，来啊！这是新的哦，看到一个迄个结局。哦。有车库呢。哈？有一个车库，就是停车的所在。客户讲莫甲物件讲哦。哦哇！哦，会使。尽量迄个。耶！这咱上在行的。安尼敢有甲阮买保险，若是有要着。哎。看者，即摆。好啦，来搬啦。我这内底，这应该是一个人会使。哦哒。伊个门足大的呢，伊真正厝足大的呢。我厝足大，我嘛真大。大到我找无到啊。啥物意思？就是我走到毋知咯。我输鬼，这种代志阮毋是讲好无，莫伫遮讲。哈？你在讲啥？好。哈哈。阿酸工作枵诶。你这枵什么意思？我头拄毋是等如新吗？等如新。等掉。我搁甲伊读出来啊。好，互你处理好啊。哦，会使。你等出来。安尼会使。大家暗顿食啥呢？我今仔日无食牛吧。你今日无食牛吧？敢是这？现在有鸡肉饭啦。鸡腿饭。有这鸡腿饭的，这鸡腿饭，你无做啥？伊嘛是。伊嘛是甲你对调调吼。对啊。这动物是哪会遮用？哪会拢遮用？就可能是因为。因免做工课。
且因的客户，阮的客户敢若足有钱，但是无时间甲因陪吧，所以讲因看到人拢因足欢喜。哦，你若只叫你讲了有理呢。对，因为我嘛是一个孤单的人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新玉清有听到无？系啊系啊，就心讲迄作上正假拜，着迄个小有像，来那里有遐尼青哦，会直接走的迄种。青海后背，对，你是食现捞啊是毋？哎呦，现捞啊这假牌吼，啊伊就你爱钱的时阵，头家就会伫起啊，直接就是直接去掠一只。你个讲啊是拢，你无他有，游戏讲我毋是即摆拢食猪肉对啊，所以我无食牛啊，无毋对啊。啊你刚才要一个代志，就是你即摆做了你解，伊有厝，即只鸡啊伊有厝呢。伊个有家己的厝哦，迄是伊的厝哦。对啊，你若是家己囥伫厝里，伊会滴一寡，就伊会伫遮的，遐一10万。哦。对，敢若10万尔，伊就会搁走出来。伊来找我。即摆走出来啊，有够好笑。歹势哦。对门口，袂啦。阮即只吼不时会走出来。我知影，我要去房间甲迄个物件，会使搬的物件拢搬咧。毋是你啦。但是我若是伫咧房间，阮阿咪嘛是，若是阿咪嘛伫咧我房间，伊嘛是甲我对调。古水？为什么好古水？伊就安尼啊。是讲家己饲的拢感觉普通。啊！真罕少甲阿咪记，即马。完全无迄个呢。啊？我甲伊囥伫伊的厝，伊完全无乖呢，伊就直接走出来呢。伊可能较无介意你吧？对啊，无伊是伤介意我啊。哦嘛有可能啦。即安尼甲我对调。但是我变啦，我嘛无。你嘛无稀罕。啊。你来斗搬啦！你想看卖？我即马讲有一个物件，然后先甲伊。无，我咧甲鸡仔讲话。哦，你可能是你头壳顶悬有芳吧？哎，对呢。对呢。你安尼发现哦，伊会甲我食去呢。你受芳啊啦！哦，听起来有够变态。伊讲你听起来足芳的。什么货啦？听起来会使告的迄种。对啊，我直接来趁收费啊！多谢吼，多谢。即马你伫咧对啦，敢会使直接迄个搬迄个名称。来啊！哦，伊个会讲煞了后直接搬名称，会使。而且这讲毋是啥人枕头，即个人敢是家己大，伊大遐尼大间，甲好小姐完全无共款。伊较好野啦。所以看起来较好野呢。现在我都别去摆。即马是你咧游哦，嘛是你咧游超一个角度。对，ありがとう。会使，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ね。即马你为你遐出去啊？我有咧游啊。即马是啥物意思？即马会使。你卡掉哦。会使。即马，你爱退啊？你退啊？我咧退。会使。即马安尼会使。好，水。会使。来后一项。嗰个有啥？钢琴应该较好搬。你去另外一边，我摕这边。会使。要用拖的。安尼。后一项，伊物件嘛是介济。而且伊的物件拢是伫咧无共款的所在。而且做者较大的。对，伊敢若一个人，伊是安怎用遐尼大骹的碰椅啦？
伊就好伊个嘛。遮毋知影敢袂使，你可能爱超一个较多。哦，我我一遮，人爱食，安尼。会使水哦，哦。会使，是来。哦，来，卡掉啊，卡掉啊。即摆应该会使，用单的，这要用单的。绕开，我毋是，这后壁迄第二这应该是，这是啥？这更去，更去爱拖入来。哦，会使，安尼应该就会使啊。稍等，你徛，我徛这边。哦。游戏讲伊可能有足侪朋友啦，所以这大棚伊是互朋友坐的啦。你朋友来就叫伊无啊，朋友的尻川足大呢。朋友来，你今日困碰伊好啊，免遐尼客气吼。你遮神哦，遮有一块哦，头拄好即摆才知，啊，毋过这嘛是无啥好行。无头拄有看到地图，应该爱先判断者。应该爱先回家。对，用单的。哦好。哦。嘿，会使。哦，剩一个，上尾一个。上尾迄个是冰箱。有冰箱。你遮用后壁，着位后壁。现在伊行路无关啦。伊即摆伊袂保险的原因是毋是因为伊行路都无想要关？就这是一个意外，伊是诈领迄个保险金的迄种。你即摆？我内底啦。对。无啊，就是伊想要互伊的生活有一寡刺激，啊，条工拢莫关。现在我无度，即摆嘛是卡掉的呢。无安尼，敢有较好？哪会卡掉？毋知啊。哇，游戏讲伊想要甲咱害死，哪有遮恶毒的？所以讲伊占领保险金是要领咱的，领咱的保险了。现在伊会变做受益人啦。就讲恁来阮遮吼，就是甲咱搬厝啦。就是毋若是报搬厝，讲甲恁斗买保险哦，直接甲阮。甲恁斗超大安尼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阮甲电视嘛用歹啊。爽啦！听起来伊就好，你伫倒哦？你伫边？哦，现在我阁无上车。对啊，我要袂上车。好，后一个。无啦，伊讲阮有迄个，阮有真好的迄个声誉 reputation 啊。做搞替人换新的物件。专门因情爱你的，啥物意思？伊是啥物？好机灵。伊教我一个，阮即嘛咧对。你看你赛车就赛到安尼啊？有啊。哦，真正是爱保险哦。你是要去倒？你当作你是火车呢？伫遮迄个咧，伫遮头拄去弄迄个。直接去铁机啊咯。即嘛？莫甲物件用互淡。即嘛？看卖有啥物物件？啥物物件是爱搬的？全部拢等入去水底好啊。即嘛有三个，就是迄个，伊有有特别指令啦，有一寡，这无道理。啊，破去啊！没关系。即嘛是有啥物物件会使搬？这会使搬，这看起来应该是。会使搬的先搬。毋过车伫对，是安怎遐有两台车相撞？头拄阮用的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头拄阮用的啊，你即摆才收起来哦。对呢，啥物阮？敢若你吼，敢若你伫赛车吼，我负责看。咱啦。我负责看笑亏安尼，嘛无要斗相共。对，互你，来，拢互你，全部拢互你。现在无法度收水啦。对啊，毋过会当跳水哦。会使哦。会使啊。头
头拄我就想要跳啊，我跳过啊，啊现在无法度，我无会使法度呢，哦，可能你坐轮你搞椅，差掉啊，哦真正的哦，我毋知呢。我伫咧想，敢是真正有差，就是伊迄个鸡会甲我对调调，敢就真正是因为我有咧生胖。可能毋是。跳水，是安怎？怎么咯？伊迄个角度已经会使会使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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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现在有一个罐头。因为我是惯性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嗯哼，灵魂。即马阁有一个人诶是伫咧灶骹，而且我敢若会当为即个门呢。对啊，而且无紧咱拢敢若会当。对啊，你我甲迄而且无个，紧咯。我甲迄个册肉的拢你即马把所有诶物件拢搬到迄个入来一半的所在，对，安尼应该会较你会较方便，对。而且我甲门拆掉啊，所以讲佮较方便啊。对等下，这有一个迄个定地，灶骹定遮有地相共物件，摕落来啊哒哒哒哒哒。现在你伫遮，你毋是？哦，是我该摕去车顶啊。无，分工你毋是伫咧好，若是讲你伫咧内底，我就好，我负责摕来车顶好啊。安尼较有效率，较有效率，拢袂使。大家欢喜就好。因兜厝里物件足济。阮是一个有效率的，阮是一个有效率的迄个搬厝团队吼。虽然讲头一届做无啥好，但是即马一定是会做好吼。加做几届就会遐啊。加做几届去写一个物件吼，迄个过程合适吼。今仔日咱发表一个得奖感言吼，就是阮真感谢阮的客户，拢用保险。帮手帮手你即摆是超工是像课，我的物件吼，会使吼，就是大家看啦，这就是对待家己的同事这种态度啦。这是咧斗这块三工啊，人候选人吼，已经选掉啊，毋是候选人啊。这种选掉啊，开始这红声。种注意吼，这种注意安怎？你要罢免哦？现在伊这个门嘛是就细开，若是讲无对准，我都入去呢。哦，这嘛是设计了。你袂当用蛋呢，伊会歹去哦。伊就有迄个符号啊，哦伊就讲伊是较脆弱的啊。哦，无紧，无我解。伊头拄毋是讲伊有卖保险，所以讲应该是红色的都是保险无负责的意思啦无负。责的。会会使刷刷。会使啊，拢莫负责即啊。摆要安怎？不要紧，我嘛无负责。要要安怎？要用笑的，不是讲好分工，好厉害不是讲，我就是你个创伤先想要甲伊扒落去。稍等，我卡掉咧。好啦，我搬迄个，我来搬迄，我搬最好啊。而且迄个门是会足细开，即种碰遇就真歹。伊煮泡面哦，虽然讲伊食泡面呢，我即摆嘛想要食泡面，加油等等啦。泡面好食，但是伊发现伊迄个油包无加，但是我感觉其实油包无加嘛是会使食。会使啊，都无遐油啊。我有一阵仔，我家己食泡面的时阵是无加迄个油包，我感觉我顶多感觉粉包若是无，会无味呢。粉包较重要吧？感觉粉包是姜味吧，伊是有迄个味素 MSG 加迄个盐，对啊。个迄个即摆敢若剩迄个两个纯作迄个济对。啊！毋是我讲敢若那树是脆肉的剩一个。伊
即摆讲有啥物是爱搬的？足济呢哦，。一个爱搬，你甲迄个先摕走，就因为我感觉这无法度囥，这若是你囥，啊，伊可能就会，我有卡掉啊，我无法度出去啊。我会落水呢，落水声，落雨声。而且我发现一个代志，就是若是落水，伊会算一个时间，就是你的迄个物件纳入伊内底了后，伊若是你爱家己生出来，搁爱开一寡时间。对对对，我即马是安怎？伊迄个门足细开，我无法度顶到。哦，会使入来。而且伊敢若有一个，即马敢若有一个，哦，而且伊的迄个上尾敢若有8分钟呢。伊其实就即关足难的，足困难哦，。时间足紧的呢。伊时间足少的。啊，无咱像我无小等可定能嘛爱，佮想看嘛要安怎用较好。啊，时间这袂当一个人少等哦。时间一分一秒，一分咧流，是毋？听起来有时间咱都老，带某囝斗阵，带某囝斗阵搬厝。这敢会使等？无法度等呢哦，迄相当啊。袂使啦。迄伤远啊啦，林冠生啊，啊！即摆你敢听有我讲话啦？听林冠生。有啊。嗯，是安怎？啊，断线啊，啊，你断线呢？头拄啊，即摆看起来好啊。哦，好，我想看卖哦，一摆啊，是毋是应该爱？中国的，尤其讲阮我头遐散食，敢是因为有先开车开甲伤烂？伊讲的哦，开甲伤什么烂，意思？赚着的钱拢去纳罚金。敢若亲像迄个，恁有看过一个伊叫做一个动画，伊一个anime叫做迄个乌龙派出所，啊上尾拢会爆炸，所以讲迄个主角欠债落会愈来愈济安尼。拢爱赔袂了啊。所以伊敢若就伊有一工，若是讲伊迄集吼，伊是爱发财，就伊可能发啥物伫还刑债的时阵，就伊就会爆炸，就上尾就会爆炸，就会欠债。大概拢是安尼，看到无想要看。我先甲边仔遮即边的所有的物件搬了，应该是会使。好，毋是这。无我先甲迄个切肉的，物件全部搬入去迄个啊，搬来遮，啊搁搬。搬到遮。对。伊无法度用蛋的对无？袂使哦，直接所以讲直接破去哦。你嘛无法度，就是伫中，就是抽着任何的。哦，伊到车顶伊就会使用蛋的，对啊但是你若是伤远就袂使。啊，我甲伊，伊嘛无法度订，就伊袂使订，所以讲你可能爱囥较远咧。哦伊，会使等入去迄个伊打着就会破去车顶。，就伊会使伊会使踮入去车顶，但是伊无法度伫过程中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好，甲我共款切就肉。若是讲，这安尼会使。就是 OK，你若是等伫去车顶是袂破，但是你若是过程中你家己用，你会用破，就伊缀掉伊就会破。好，安尼我有了解啊。出来，先做卡条。哦，会使。拜托咧。
你要用蛋的哦。会使会使。歹势歹势，我讲家无要迄紧。个，那咧我看卖，就伫遮讲有其他会使搬好变数迄。现在我伫遮出来。稍等下。大概迄个轮椅拢会使伤紧的。对啊，伊大家角色真正无共吼。伊迄个是轮椅拢会，就即种物件足济厝吼。伊若是讲伊迄个障碍物足济的时阵，我就会足恶行的。哎哟，喂，无好我好啊，来。即马可以听遐，阁有细项的物件吼。我先甲这皮箱吼、骹棒吼，来摕来。亲爱的、可爱的、缘投的，小等我想要开台画图。先生 OK 啊，真正是好，我来。真会生气呢。莫生气。我会甲你拍哦。你上好是考虑看觅，你敢若继续安尼讲话吼？生气互魔鬼留地步。即摆已经10点外啊，10点外。即摆敢若剩15分钟，即局，讲会使算10局吧？毋是啊，2局啦，应该你的差不多啦。数学上界，刘心呢？刘心做适合做迄个体育老师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数学真正是体育老师教。什么意思？你即摆是你紧甲体育老师回事咧吼？是的。无你会叫阮过吼？哦，真正是教育团体。就若是教育部会甲你过吼，即摆迄个嘛是会甲你过。安尼敢会使用蛋呢？会使啊。会使。尤其甲你问讲，你应该是无咧惊魔鬼吼，会对呢。对啊，我无应该惊吧？你比魔但是鬼较讲我惊恐怖。吼。毋过你会惊就心。毋是啊，就是即摆已经有单有心啊，大家敢会惊即种代志，对无？魔鬼算啥？迄比鬼佫较恐怖。对啊，就是拍的，险险甲我的脑干拍掉，拍无呢，即摆佫无装入去，即摆佫困伫咧我的迄个拖仔内底，我的脑干。看伫你的倒位？拖仔内底啊，拖仔房间的拖仔内底，大家拢会甲伊保养。保养好。即摆佫有啥？即摆佫有啥是爱搬的？哦。就剩足济呢，佫有5项。无啊，有一寡物件我给等。内底上无佫有3项啦。啊，我遮。我伫看啊。佫有啥物物件是会使一个人搬的？即摆看无？无呢。这内底拢敢若有迄个啊。好，来倒一项先搬来。冰床。好来，小等我来找。遮嘛有一个。好，你先搬。我会使去搬。看到啊！这袂使，好，你先去。伊即摆缀掉啊！伊甲迄个炸掉，伊甲炉炸掉啊！好，来，会使，为我倒边，为我的倒边过。会使。来，等下就是，迄你敢爱拖出去，阮用蛋。好，我了解。过迄个水池吼。对，会使用看觅，会使试看觅啦。就是时间较无够尔，毋过应该爱试看觅。无，因为我感觉迄应该是用蛋的。你看边仔遐有一个过弯，迄应该是无法度过。我即摆咧行即条，应该是无法度过。对，好来。我好来。
应该较贵。要落海啊！好像是啥物落海，莫我袂讲话啊。哦，落水底，会使呢。好，来眠床应该嘛是安尼吼。对，名称应该嘛是爱安尼啦，应该啦，照你来讲。照我来讲，好，要紧你继续。先做，是安怎你？无做。哦，会使。倒退路。巴达拉巴巴拉巴拉巴巴巴。哈哈，有够巧。人客物件就是安尼学白蛋啦。对啦，所想叫伊，想叫伊有保险对无？就因兜个说安尼，反正伊一开始伊物件东西直接安尼等你来的，对无？好，来，3，去来，上尾啊，有救有救。有，你去另外一边，来，上尾啊，呀，耶，水啦，水，水啦，伊讲，伊讲了对。用接力吼。Ruby 问讲是安怎有声伫饭卡内底？即马大家已经害成着害遐尼害成害遐尼遐久啊！大家才发现我一个饭桶内底啊。因为你是饭桶，我是马桶安尼，咱有一个饭桶今日无来。大家即马拉面有一个新人呢。有啥物拉莫内啊？结神仙结果即马要去结果因厝。哇！你的车会踢球哦。即摆去结果伊的厝呢，结果来啊！我也常常来这里玩。游戏讲比录心更较恐怖的是迄个口座的数字啊，庙讲。什么？口座的数字是啥？可能是庙讲的口座。庙讲的口座是啥？伊讲迄个哦，比录心更较恐怖。银行的口座。这现在愈来愈下啊！这什么奇怪的厝啊？佫有做这会破的物件呢？莫遮尔册就好无？叫遐物件较坚强的。对啊，即马咱即马就是随来一场演讲，就讲现在你即马搁踮伫咧遮，现在你敢若是一个人迄个家具。现在你无家己的意志。你想看觅啊？这边的你讲要安尼？你讲要安尼偌久？你的人生，敢一世人都爱踮伫遮？无，伊即摆爱搬厝啦，所以伊原本就无要一世人拢踮伫遮。你哪会遮巧啊？无巧那要安怎读大学？就看觅啦。你也免考，你就会当读。免考试。我先甲物件等落去好啊。好啊。你是安怎啦？即摆安怎啦？感情无好啊？等下，先做我。你即摆是啥物情形？我呗。我会当为楼骹，我会当为楼顶跳到楼骹的。先说我无法度。因为你坐轮椅啊。坐轮椅应该是安尼跳，应该是会着伤哦。我真正是感觉逐个角色应该是了有无共。应该是。但我试看觅，敢会使落去吼？袂使呢，我袂使呢。那呢，我等互你。落去，无好笑。哒。安尼讲有啥物歌会使等呢？敢若无啊呢？剩的拢是无法度等的，对无？应该是哦。垃圾又无人要滴。所以讲垃圾又是笨手。搬。遐伊即马有做侪物件无法度，伊电池已经歹啊，伊搁要滴。搁要滴啊！上无嘛爱留全时安尼。对，伊爱摕迄个电视去领保险金啦，保险金啊知影无？对，尸体爱留咧。什么叫知影？迄个，你手顶管即马迄个
嘿，安怎？喙桥的迄个物件会使用等的。对，伊其实到迄个车顶伊会使用等的。哦，游戏讲武生遐尼巧，文昌大你是毋敢爱换？你你敢要做即摆是？咧讲林冠新无巧，无要紧啊，拢安尼啊。无要紧啊。听讲是你的粉丝对无？是你的亲戚。是我还是你的的迄个呢？本性哦。对啊，哦是我的管理员呢。哦，我无要紧啊，阮遮嘛是一定逐工拢咧讲我生囝，所以就可能这就是因就是较爱你的方式，爱习惯，爱惯势吼。我已经惯势，上班上到上到领保险金，哦，赞哦！上班上还到有啥物领保险金，内底阁有一个刀啊，那呢我先搬迄个电视好啊。毋过电视爱两个人，哦电视一个人吧，一个人就会使吼，哇一个人休，啊，电视爱两个人啊应该是一。个人啊，一个人就好啦。你若要等楼骹，就爱两个人这无法度等啊。啊！哦，林冠新哦，人客伊讲有6分钟呢，哦，够咱赶的啦做。时咱间因为阮即摆已经是咱即摆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啊吼。哦，即摆所以这个时间就较对，但是迄个电视嘛是会用歹吼，无论偌专业吼。这其实是一种大型的服务，对，互大家当领保险金直接换新的。对啊，大家知影无？就是是安怎电视，无论就是偌尔啊歹，大家拢是爱，大家拢会。你是小酒醉哦，酒醉。我无知，无知。安尼敢有啥？是安怎？你是迄个？哇，游戏这毋是有？是毋是有迄个酒能？什么胖酒呢？你无食过哦？就亚麻沙克内底有迄个啊，迄个烧酒的迄个发酵迄个酵母的迄种熟胖。哦，无呢你竟然无食过，无要紧，你去试试就好啊。哦这种好食物件，你竟然无食过，你嘛无，你嘛免话啊，规日着，阮嘛无话，阮即马嘛毋是我咧，哦，会使对啊，啊。即摆该啥物拢爱是2人对无？啊，迄个碰应该是会使等落来。看起来是，啊毋过啊，咱就是咱即马时甲间应该无所有物件，够啦。时间已经无够啊。对但是嘛是会使啊毋过后摆应该是猛等。嗯，甲所有物件，所以讲比起头段就是用迄个2个，即马会使啊，调一个角度吼。你即马爱落来啊，就安尼对，安尼敢会使？无法度呢，那无互咱即马是等，无法度，会使会使。好出去。哦所以讲比起咱爱先迄个。应该是专拢问用等的。长问长，对，爱先甲两人的先等，安尼应该下一届应该会较紧，嗯，对。应该是毋管是只要毋是册照的，都拢用等的。好，无时间啊对。直播搁剩2分钟啊，安尼咱咧今是安日是毋是先安尼？还是讲，还是搁上尾，讲上尾好，上尾一局，好，上尾一届啊，上尾一届。会使。哦，Yellow Love 阿妈。啊，你哪有 yellow love 我无？哦，你即马伫咧迄个食醋呢？哦，嗯即种会晓食醋的大理人，大家讲爱甲伊拜。这嘛会当攻击。今日阮就是，阮就是迄个，阮就是感情就无啥好吼。毋是干那今仔日啦。对，一直以来感情拢无啥好。即马爱就去看一个有啥物物件爱搬，先等落去，甲一个人的先等落去。全部拢淡淡的。你甲迄个窗仔，对，该等落去，等落去。哦，这无法度等。再2个人，电视爱2个人。电视爱2个人。嗯。哦好，那我先甲这等。我卡掉了。
现在有怪足怪出色，这 bug 有 bug，法度，这有讲有法度无？莫安尼林冠生，人拢咧看呢。人咧做天咧看，无，阮是天咧做人咧看，这无同款颠啊。倒啊颠倒颠倒顶啊，电脑屏啊！哦，好，这嘛是等落去吼，这同意。Couch potato， 好，今日这张碰伊就叫马铃薯啊。莫有要讲后面，你现在好啊，另先怎？你是要去倒位？调无迄个角度啦。好，会使。好，安尼是先生，即摆话你啊？我毋是挑过伊，我真正毋是挑过伊。好来哦，会使。 ，Lucky 咯，Yes，够啥？还有，即摆还有啥会使等吼？冰箱冰箱，甲冰箱等咧无？但是冰箱要朝一个角度，你爱先甲伊迄个用车倒，车倒。落那会扭袂动。应该是因为爱两个人做伙游好来，啊。好来，嘛是游袂动。会使。哦，会使。对，安尼其实吼，大家搬厝的时阵袂当安尼游插头吼，是袂当安尼游吼，安尼游你可能会用电死，你就会直接落来找阮啊。会使，你放手。哦，你头拄无放手过来。一摆，放手，过来一摆，放手。好啦，无先放弃。好，真是无倒。安尼拍嘛无动。对啊，头拄拍即过做一摆讲有啥物摆。物件会使摕？哦，房间内底还有一个桌啊，迄个桌啊嘛是爱两个人对无？吼，迄个卡板应该是会使先等，对，该等落去。会使为遮等的。对啊，我头仔就讲啊，来，这嘛是两个人哦，你爱这嘛是爱车倒吧？这应该嘛是爱车倒。这哦，嗯。来等一即下好无？摆应该，即摆会使。我角度毋对，用毋对。搁毋对啊，搁毋对啊。对啊，这个角度是毋对啊。无，你爱另外一边，就是另外一边。现在变安尼，搁会当变安尼。对。哦，安尼这两边，好。敢袂使？袂使呢？啊。真袂使呢。安尼搁落，嘛无倒啊。即摆伊，敢若会使，伊敢若袂使等。哦，那安尼，我甲伊车倒啊。即摆敢若会使啊？毋过我即摆伫下骹。哦，你即摆先甲会使搬我无物说件搬搬入。好。无你开始搬遐册药好啊。好，会使。即款真正较困难呢，时间即款相对啊。真正是爱技术咯，爱技术咯。对，爱效率爱，就是时间爱掠甲做迄落。爱分工啦，就是即摆甲物件，迄个了后就是一个人伫下骹开始等物件，啊一个人就爱先做，我无倒。轮椅是爱先，可能嘛下一爱换角摆算的时色对无？阵吼，爱换一个角色。哪阵会使换？应该是会使啊。反正，哦，会使。这一个人无法度但是食车，无要紧。你即摆才发现咯。对。赶马虎啊！我袂赴啊，已经无时间啦。西班牙大家看阮搬厝，你嘛逐工拢啥？
阿美讲我嘛，逐工拢创啥，我嘛毋知影逐工拢咧创啥。也是讲我逐工做啥物拢看着啊，是安怎你爱甲我偷看？哈？你安尼不输贵哦，我逐工拢洗身躯，你是毋是拢偷看我洗身躯？美容是毋是？美容逐工拢甲我做伙洗。哈？哈？开始要我学。那是我别讲诶。上去精神，会使。即个脆肉诶，即个脆肉诶 stuff， 莫甲我闭啊，袂赴啊！啊。即届嘛无进步呢。对。即届其实嘛无进步呢。那总有后摆应该会较好。对。所以讲今日，伊讲搬厝进前爱做迄个体操。好啊，后摆咱先迄个，看敢会较好。今日的时间是，今日的成绩是到迄个第几关啊？第4关对无？毋是到第4关。应该是。但是我讲其实有点趣味啦。好耍，但是爱可能爱因为这个游戏我开始想要买迄个手表啊。我嘛是有差，感觉真正有差。有够困难的对啊，大家会使去算看卖啦，搬厝的这种游戏。伊有另外一种游戏，是叫做煮粿头。讲一间公司的。对，大家会使去算看卖。今日其实阮应该就开到这，对，多谢大家。大家讲有感觉讲，阿咪讲无想要甲我讲，会使啊。然后安尼我安尼讲，毋是，阮毋是用骨出吼。我是用迄个键盘较困难。我嘛是用键盘。对，希望大家以后就是下一届算的时阵会较迄个吼，就会较顺。安尼今日就到遮，开始点名对无？你爱先点还是我点？我先点好啊。游戏讲，即款会甲新疆我的代理人，敢会使继续互伊做代理人？多一个林冠先咯，林冠先。你搁想看卖？你搁想看卖？你啊！你叫你啊你？毋是讲我先点名，你也无伫我遮。你讲我，你讲我叫你啊，我无叫你啊。你叫吴先，你搁袂记得啦？若是讲我家己叫迄个，我爱有迄个英文名。你就做优先啊？叫做 Rose 无形。Low。所以讲应该是 Rose。Low, you're low. Low using. 好，你讲的拢对哦。我英语老师呢。主打英文 VTuber， 好不要紧啊，不要紧，你就继续讲吼。今日就是大家应该就知影，我甲林冠星是就是一个。感情就歹。感情就歹吼，对。好，今日就差不多到遮11点吼，11点我遮应该会开迄个迄叫啥？开台，就开画图台，就话就昨有讲过的，那安尼点名咯，我都爱点名啦，你先点。我先点，我照顺序来吼。就是毋知影敢要会滴，毋过伊无重要。无重要，但是讲伊滴我嘛袂讲。但就是今日已经搬，伊头拄上车对啊。毋是上迄台呢，是上迄个巴拉。有够过分哦！我嘛无讲啊，我嘛无讲啊。你完蛋啊你！我无讲用唱的。好啦，莫拖太前，莫拖太前啦。好，游戏暗暗。夏夜暗暗。我用一下较低的声好啊 ，Ruby 暗暗。有够太高 ，Ruby 暗暗。你是讲 Ruby 哦？你哪会当安尼？我讲你。无用较悬的声。阿酸暗暗。阿酸暗暗搞炸。乌酸暗暗。搁有像。你遮无啊？好，我吼。我上礼拜。暗暗。
阿叔安安，阿咪阿曼，够有像，你头拄仔讲过啊，拢讲过啊。阿叔暗暗，阿咪暗暗，李勇阿曼，还有天惠嘛，毋知影有伫咧无？但是讲天惠阿曼，那个阿曼，然后呢今日迪基，迪基阿曼，迪基真久无看啊，吼。头拄仔有出现啊。对，无啦，我讲就是今日即礼拜应该是头一摆看到啊，辛苦大家啊！我知影有一寡学生拢咧考试吼，啊，多谢大家就是个特别来哈哦，YU 暗暗，YU 暗暗，咱咧今日就到这，大家拜拜。多谢大家捧场，再会。再会。再会咯。辛苦啊，大家。